想2018年浸會醫院嘅董事局咧同埋管理層已經洞悉九龍東呢個急速發展同埋醫療需要，我哋就走入觀塘呢個被政府當時認為咧係香港第2個核心商業區，積極發展日間嘅醫療服務。回望過去6年嘅旅程咧，充滿挑戰，但係靠住神嘅恩典、團隊嘅堅持，以至各界嘅支持，我哋終於能夠順利喺舊年12月係開始陸續嘅提供服務。我哋希望能夠同公立醫院雙軌並行，加強公私營嘅協作。我哋期待同社區同行，為市民提供優質、便捷嘅醫療服務。喺過去60年，浸信會醫院作為香港其中一間最大規模嘅綜合醫院咧，喺提供服務嘅時候就做到一個全人嘅一個照顧。唔單止係照顧我哋病人個身體上邊嘅不適，亦都係考慮到係心靈方面嘅好多嘅一個處理。我都要代表特區政府啦，亦都代表香港市民，多謝浸信會醫院60多年嚟嘅對我哋市民嘅照顧，維護香港嘅市民嘅健康。其實咧，日間嘅護理咧喺提供醫療服務嚟講咧，本身都係有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位置。醫院管理局我哋都希望係會大力去推動。咁所以咧，浸信會啲醫院咧，東九龍醫療中心其實係同政府喺推動醫療服務方面，包括咗我哋醫管局嘅日間服務啦，或者我哋基層醫療咧，都係相當配合嘅。咁希望咧，浸信會醫院未來喺個醫療服務方面能夠提供更多優質嘅服務俾我哋嘅市民。1、2、3，慶祝浸信會東九龍醫療中心順利開幕，香港浸信會醫院邁向全新里程。